2026年5月10日復活期第6主日，福音，我也要求父，他必會賜給你們另一位護慰者。恭讀聖若望福音14章15節至21節。那時候，耶穌對門徒說：如果你們愛我，就要遵守我的命令。我也要求父，他必會賜給你們另一位護慰者，使他永遠與你們同在。他是世界所不能領受的真理之神，因為世界看不見他，也不認識他。你們卻認識他，因為他與你們同在，並在你們內。我決不留下你們做孤兒，我要回到你們這裏來。不久以後，世界就再看不見我，你們卻要看見我，因為我生活，你們也要生活。到那一天，你們便知道我在我父內，你們在我內，我也在你們內。接受我的命令而遵守的，便是愛我的人。誰愛我，我父也必愛他，我也要愛他，並將我自己顯示給他。上主的話。我絕不留下你們做孤兒，我要回到你們這裡來。不久以後，世界就再看不見我，你們卻要看見我，因為我生活，你們也要生活。到那一天，你們便知道我在我父內，你們在我內，我也在你們內。這段福音告訴我們，愛耶穌就是遵守他的話，天父會派聖神來陪伴。耶穌不會丟下我們與天父耶穌合而為一。遵守耶穌命令的人就是愛他的人，天父和耶穌都會愛這樣的人，並將自己顯示給他。全能的天主，你讓我們歡欣地慶賀主的復活，求你幫助我們常以至誠的愛，通過行動來見證和紀念主的復活。因你的聖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他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孟。